點解明明睇落得幾個電掣，全屋裝修報價要報幾十個位呢？其實裝修行內計電掣位唔係睇你見到幾多個面板嘅，而係睇入邊做咗幾多組線。一般坊間13A 單蘇就會計一個電掣位，孖蘇就會計 1.5 個位。咁用電量大嘅電器，例如冷氣機、蒸焗爐、浴室寶，咁呢啲就需要用到 20A 電源嘅。咁需要喺 MCB 電箱嗰度拉一組獨立嘅電源線，同埋有個獨立嘅漏電短路器去保護佢。咁 20A 係通常計2個電掣位嘅。另外電視天線、網絡線、門中線呢啲都係要計1個位。去到燈位啦，咁3個燈掣係分別控制3組唔同嘅燈嘅。咁有啲公司就3位燈掣就計3個位，咁有啲公司係3位燈掣，佢連埋嗰3盞燈咧，佢係計6個位嘅。咁所以計法唔同，價錢都可以爭好遠。所以記得要問清楚電掣位係點樣計啦。